有壞消息。咁個壞消息就係乜咧？就係Grok 啊，就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嘅 X 啦、SpaceX 啊一系列啦。咁 Grok 咧，佢哋嗰個語言模型，大家都知道佢係點 train 出嚟嘅，就係用 Twitter 前身係 Twitter 啦，用 Twitter 嗰啲咁嘅，即係大家嚟講一句我講一句嗰啲 gossip 啦，OK 嚟到去 train 出嚟嘅。咁呢個咧就係製造咗一個比較上嚟講係爭議性多啲嘅，咁就出咗嚟係咩事咧？出咗嚟就係有一個183個罪案率嘅，183個罪案，OK，咁就登記咗。咁咧就同一時間咧就係佢咧係 extend 咗第4日就成個經濟體係玩完咗，即係唔使等到10日或者15日，OK，第4日咧就已經係成個經濟體 collapse 咗。咁跟住咧就呢個咧其實咧 Grok 咧都未算最差，係啦，Gemini 咧先至係好奇特地咧係爆升到個罪案率係唔係講緊183個啊，係683個，683個罪案率多咗成4倍幾。非常之意外嘅就係咧，大家都以為，喂佢有成683個罪案率，咁應該係少過4日啦，生存嘅空間唔好講話15日啦，成個實驗，OK，或者係 Grok 嗰4日就玩完啦。但係咧，好奇怪嘅就係乜嘢？佢係完全冇問題，可以係 last all the way 過到15日，過到15 Last 日 forever。，last forever 咁多罪案率嘅期間。